已经过了3天了，如果他再不主动联系我们的话，我们就错过了最佳时机。再等等，会打过来的。喂，第一份合同是你与我结婚的婚前协议，这份合同可以保证你在与我结婚3个月后就和我离婚，并且到时候可以拿到100万的补偿金。第二份合同是 Alex 的授权合同，需要你和我一起签字，我已经签过了。最后一份是你将 Marry Me 的股权转授给我的授权书。我不同意。如果你不签署的话，此次我们歪墨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，将由你一个人全权承担。你父母名下的房产，你母亲的洗衣店，对了，还有你闺蜜林小雅跟你合开的网店，通通属于我们。律师函我都准备好了，随时等着你。李思辰，你是在威胁我吗？只要你签署了这3份合同，自然就不存在威胁了。拼了！不过，这个协议里面，我要加3个条件。你没有资格和我谈条件。倪思辰，你可不要忘了，我也是你唯一的选择，这就是我的资格。你说。第一，在不影响这份合约的前提下，不许干扰我的生活、我的工作。如果说需要同居的话，我需要有一个私密并且独立的单人房间。只要你完成我的要求，其他的我懒得管你。很好。第二，虽然说我是以你妻子的身份跟你生活在一起，但是我也要严格要求每天8个小时的工作时间，超出了的话，你得付我2倍的加班费。我付你3倍。3，我和你只是结婚的关系，你不许对我产生任何的情感。你哪来的自信？你必须答应。飞扬，你修改一下合同。我已经修改好了，你签字吧。合作愉快，顾小姐。以之前的情况来说的话，你不需要承担任何的责任，我们也没有权利起诉你。你现在已经签了合同，一旦你违约的话，你就要按照合同赔付我违约金。好了，你可以走了，祝你新婚愉快。我的尹太太喜欢，很重要。
新郎，现在你可以亲吻新娘了。你敢？是你在占便宜。思成。顾西西，别想占便宜。李思成。其他人都在等你。你去帮我应付一下，就说我们要享受一下二人世界。这什么意思？顾西西。你哭什么呀？我太委屈了。我一直以为结婚会和我最爱的人一起走进婚礼的殿堂，然后他会为我戴上戒指。但是为什么呀？为什么我的婚姻是一张契约呀？你很恨我吗？对，我恨你，我恨你。有一句话你没说错，我就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混蛋，我也没有时间浪费在感情这上面。顾西西。